好，大家好，呢個視頻咧同大家講點樣成為 AI 先行官。首先我哋打開手機版嘅 Homely Link 平台，即係呢一個藍色嘅 logo。打開咗之後，我哋見到右下角已經出現咗 AI 先行官召集令啦。點擊入去之後，我哋睇到宏奮 AI 先行官召集令已經可以點擊申請啦。咁點擊申請嘅時候要符合兩個條件。第一個條件，你嘅 Homely Software 宏版軟件升級咗就可以免費兌換機構 K 線 Skill 終身啦。另外第二個任務就係下載同登錄 Homely Core 免費獲得股市溫度計 Skills 終身。呢兩個任務完成咗之後，我哋可以下邊驚喜獎勵。最高可以中獎88免費金幣㗎，咁我哋就點擊抽獎，哇！已經抽獎到最高88金幣啦。好，如果未成為呢個宏奮 AI 先行官，記得好似段視頻咁點擊我哋嘅 Homely Link 參加啦。咁我哋喺電腦版點樣成為 AI 先行官呢？我哋可以見到。登錄咗 Homely Link 平台之後，我哋可以點右下角 AI 先行官召集令呢個方塊，撳入去之後，好，我哋已經出現到宏歷28週年宏奮 AI 先行官召集令呢個圖啦。做任務對 Skill 終身抽88金幣，我哋點擊中間嘅點擊申請。OK， 好，我哋見到任務1升級 Homely Software 宏版軟件，免費兌換機構 K 線 Skill 終身。第二任務就係下載同登錄 Homely Core， 免費獲得股市溫度計 Skill 終身。完成咗兩個任務之後，就可以點擊右邊呢一個掣，點擊抽獎。最高可以中88免費金幣喎，哇！我就中咗88金幣啦。若然你未有下載同登錄 Homely Core 聯繫客服，就可以同大家安裝呢一個 Homely Core 啦。好，呢個視頻就到呢度，大家馬上把握我哋宏奮28週年，成為宏奮 AI 先行官啦！